人講接做手袂鈍，台語接講你就會練轉。為着要營造講台語的環境，這台中的忠義高中特別成立台語沉浸式教室，佇咧拜五舉辦這啟用典禮。教室外口除了有這金典獎作家李中清的台語詩創作，教室內面呢也有展示真儕台語俗諺。學校表示講，這語言的傳承不只是靠上課課本爾，更加需要透過着這生活環境來帶動。希望利用這沉浸式教學的設計呢，或者學生自然接觸台語，增加講台語的機會。環境內底做人的思念，款式可能無共。教室外口有台語詩金典獎作家李中清的作品《土地》甲有夜歌的新詩創作。這是台中市忠義高中的台語沉浸式教室。教室內底閣有儕儕台灣俗語甲台語電影的海報裝塔，透過空間的設計，讓學生感受到台語的雅氣甲內涵。好命唔值得用驚，這句話我足介意，因為咱人若無健康，足儕代志攏無法度做。教室內底有足儕詩文，平常時都會當看到台語啊，我感覺安尼足袂歹。學校表示，因是台中市頭一間成立台語沉浸式教室的完全中學，除了課程學習，嘛希望學生會當用無同的方式接觸台語，親像台語文學的創作、俗語話的生活智慧，攏會當看到語言真深的底蘊，培養學生的文化自信。越在地越國際的出發點出發，從本土語的扎根做起，才能夠胸懷世界。期待這樣的教室可以為孩子打開另外一扇世界的窗。今年是台語電影70週年，所以阮就是辦一寡台語電影的小解，透過這個電影影片印出來到今仔，咱會當互囡仔知影講，其實咱的台灣文化的歷史地位，攏是甲別人會使比拼的安尼。學校指出，語言的傳承唔單佇課本，因也安排各種文化的體驗活動，佇頭家帶學生仔去土地公廟拜拜、母語日辦展覽等等。即陣閣進一步成立台語沉浸式教室，希望營造多元的語言環境，讓台語會當繼續傳落去。記者楊淑晴台中報道。